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小姐，有一件代志我唔知影问你。我昨啊看到恁金婆甲阮头家伫店头伫遐冤家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我昨才拄来店十头路，所以有遮侪所在较不了解，因是毋是自较早就一直冤到即马？是讲我看恁两间店卖物件拢无共款啊，这哪有啥物通好冤的啦？杨哥，我伫咧想，查甫人甲查某人冤家哦，一定是查甫人的唔对。小姐，我伫遐替阮头家甲你谢失礼。这件代志甲你也无关系啊，你遐就甲我回失礼。店就咧头前尔，你安尼甲我行做伙，你敢唔惊？惊啥？你袂记啊？你昨引进头路的时阵，你头家甲你讲过啊，袂当甲阮兜的人相交叉啊，若无你用是头路。小姐，还有啥物代志？无啦，我是想讲，我总袂用安尼直叫你小姐，我用请问你叫啥物名？你叫我讲，我就讲。哎，小，莫怪因金婆会甲阮头家冤家，喊一个名嘛问袂着。哎，志忠啊，你起步是啥物代志啦？你别吵我，你别吵我啦！志忠啊，嘿，志忠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志忠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哈？啥人这么无公平？啥人这么无公平？你是咧讲啥物无公平啦？你就讲我清楚，啥物代志啦？阿兄，逐项都比我较好，逐项都比我较高。人生了缘投，煮较熬汤。伊阁是你甲阿爸的亲生囝，阁是单家的大少爷。我啥物都唔是，我阿母甲生啊这路用啊。我煮过汉馒汤，代志也袂晓做，大家拢这样讨厌我。那伊嘛讨厌我。伊是啥啊？你也不是我的阿母啊！你猜猜我在想做啥？你出去！你出去啊！志忠啊，你哪能安尼讲哈？虽然讲我唔是你的亲生阿母啦，啊，不过我嘛甲你请养遐尼大汉啊，无功劳吼，我嘛有苦劳啊。苦劳？真正艰苦的人是我呢，是啊，大家人拢看袂起我。是安怎你甲我讲啊？是啊，大家人拢看袂起我。志忠，在厝内底吼，无人看袂起你啦，嘛无人咧讨厌你啦。你家己吼，莫伫遐乌白想啊啦。你嘛毋是毋知影啊，自细汉吼，阿母对你比对你阿兄搁较好，敢毋是咧？比？是啊，我什么代志拢爱甲阿兄比？是啊，我什么代志拢爱甲阿兄比？我歹甲阿兄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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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歹甲阿兄比。哎呦，志忠啊，别走！志忠啊！别走我，别走我！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别再想啊啦！志忠的个性哦，愈来愈怪啦。问伊啥物代志也唔讲啦，干那咧闪物件啦，搁安尼落去吼，一定会出代志。志忠啊，志忠啊！志忠，阿母，哎呀，你是安怎啦？哎呀，我头就晕的啦。你也会用头晕啦？来，紧坐。我嘛唔知
最近吼，常常都头昏目暗啊。无啊，有你来房间叫困好无？免啦，我坐一下就好啦吼。无我倒地海啉啦嘿。好啦。我真正老啊，身体哦愈来愈袂堪的啊。假使有一天我若倒落，这厝内谁会来插我？建昌，伊无可能来照顾我。志玲根本就是周文英的囝。万一有一天，阿姨甲代志拢甲周文英讲，安尼周文英一定会来甲志玲带走的。到时阵，我是要挖口送啦。志忠是我唯一通挖苦的人。虽然讲我毋是伊的亲生老母，毋过我用钱甲伊买回来，搁开车养到遐大汉，只有伊会当照顾我。对，我会对伊较好的。对，我会对伊较好的。啊，哪安尼啦？是毋是志忠都叫你生气啊？啊，你面色那青顺顺，是毋是人无爽快？甲志忠无关系啦，毋是伊啦，是我老啊啦。人老啊吼，身体就较无好啊。你莫插我啦，我坐一下就好啦。得，这钱你客气啦。啊，你哪有这个钱哈？啊，我会记得咱兜的土地拢也卖了了啊，会通转来嘛，都转啊差不多啊。伫外口吼，只有咱欠人啦，无人咧欠咱钱啦。啊，你的钱倒会来哈？好啊啦，你是问煞袂啦。我无摕钱互你，你也细细念；我正摕钱要互你，你也咧嫌。好啦，这就当做吼是我的塞卡钱啦。你是要退去无啦？塞卡？你还有塞卡哈？嘿，咱日子拢过袂落去，你还有塞卡哈？你创个地哈？吼！啊，这还有哦，啊，还有咧，哈，拢摕下哈？骗我啦，这你袂使退啦。我为啥会袂使摕啊？这钱吼，我是要欠无志玲出国留学用的啦。你放心啦，你的生活费吼，我会照时间互你啦，袂甲你欠8,500哩。哼！哎，建昌啊，建昌诶！吼，饭拢还无通食，啊，搁要互志玲哦出国去留学啦。袂用诶，我一定要对志忠较好咧，我一定要对志忠较好。金宝，啊，你今仔感觉安怎？本来是有较好啦，也毋过即摆吼，我真烦恼，讲毋知会当出一间病院。阿母啊，啊你若要安尼讲啦，敢毋是？恁两个袂输敢若插头仔的菜店的遐，有啥人要甲我讲话？金宝，你莫生气啦。啊无，伊若无我直接陪你好无？你老大毋才陪我，啊，迄两个要安怎？为你上等你每一日，等你回阮声。你老大毋才陪我，啊，迄两个要安怎？阿静哦，就带阿姨转去休困啊。免啦，恁三个拢转去啦，只有护士陪我较自在。金宝，啊，月弟即摆定要休困一礼拜啊，你互我陪你啦，好无？
嘛好啦，恁两个拢转去休困。阿豪，我甲你讲的话，你家己好好想看卖咧。文英，你家己嘛好好想一下。有影，啊无咱来转。啊无阮来。好啊啦，免点遐提啦，紧转去休困。你看，啊无阮先来转，啊迄样时候，若无你来随意，啊嘛胡事讲，有啥物代志才敲电倒来，吼。我知啦。阿姨，俺嘛较早转去休困的。李冠，你甲恁文英姨啊是安怎想？无啊，哪有？唔肯甲我讲实，那安尼你原来转去啊？进步。大家住咧同一间厝内，都安尼是袂共心。我讲要踮遮照顾我，是要照顾我啥？哎呦，进步，你莫生气啦。好啦，我讲。阿姨是咧生气讲，我甲王大哥还有来往啦。啊？王大哥，你是讲住咧南洋迄只老狗王国芳哦？进步，你哪会来讲伊啦？唉，莫怪恁文英阿姨啊会生气。你南洋的时阵，我毋是甲你讲过，叫你莫甲迄只老狗王国芳伫斗阵，人伊是有某有囝呢。你安尼生吼，是咧破坏人的家庭，你知无？进步，我知影，要毋过我就是无法度将伊放袂记啊。这亲像阿姨无法度将伊囡仔老爸放袂记的共款。你哪会知影这代志？阿姨甲我讲的啊。唉，恁阿姨吼是知影真疼你啦，为着要阻挡你甲迄只老狗来往，连你上无爱讲的代志都拢讲互你听。你家己吼爱详细想看卖啊！进步，听你安尼讲，你知影这件代志对无？我当然嘛知影。那安尼，你当讲互我听无？妹啊，等是安怎啦？啊，你来雄雄行行，怎停落来啦？你若戆身，总较弄落啦。是啦，是我戆身啦。你是想啥？我都伫想，阿姨。妹啊，我老母吼，都较做个啊。伊的个性你也知影，伊都直直来，都想着啥就讲啥。无厝后伊若搁讲咱两个代志吼，你免歹势啦，你直接我拒绝啦。较袂讲你嘛毋知要安怎应伊，我嘛毋知要安怎。后兄，其实吼，我一直感觉对你足歹势。好啦，文英啊，莫搁讲啊，你若搁讲哦，我愈感觉歹势。无等暗暝暝啊，你也添几工啊，好好休困，明仔早起搁早起来，吼。好啦，我先来休困。
人哦，落地四条，命底就注定好好。当阮两娘伊的命，注定一世人爱做落安家，爱搁较久嘛无路用。我还没孝心。 为你想你啦，等你每一日，等你回阮声。无怪阿姨口甲遐尔伤心，遐尔艰苦。原来代志是安尼哦。是啊，恁阿姨就是无希望你行甲伊同款的路。你敢知影？恁文英阿姨吼，自少年到甲即阵，都是拢为着即件代志伫咧拖我，所以到即阵，伊毋才毋敢接受恁阿好这个感情。李冠，听金婆的话，金婆食遮多戏啊！ 已经看真多啊，听进步的话袂唔对。假使你若是继续甲迄个王国芳伫咧要转哪唔转，死到吃亏的人是你。志忠啊，来，阿母甲你讲吼。 这钱吼，来，互你。我甲你讲吼，莫互你阿爸哦，甲你阿兄看到吼，藏好吼。阿母，你家己毋是欠钱通用，你搁摕钱我要创啥？我买这钱啦。哎哟，志忠啊，阿母知影吼，你家收好啦。你著爱画图啊，你甲迄钱吼，摕去买你需要的物件嘛，吼。假使讲吼，你若想要读册，或者讲要出国去学画图啊。 甲阿母讲，迄钱的代志哦，阿母绝对甲你传到到啦，吼。阿母，出国要留下是阿兄呢，啊，毋是我啊。你是毋惊唔着房间啊？志忠啊，恁阿兄的代志吼，有恁阿爸去烦恼就好啊啦，也免我操烦啊。即马吼，我上烦恼的就是你啦。虽然讲吼，我毋是你亲生阿母啦。 也毋过自细汉哦，我就对你较偏心，你敢无感觉哈？阿母吼，将所有的希望哦，拢放在你的心上啊！你吼爱较拍拼咧，莫输你阿兄啦，吼！阿母，你爱做感受啥物目的？